后来最近这个上新的电视剧《我的青春无咧惊》，主要是咧讲5个大毕业的女生安怎互相来扶持，做伙来面对人生的课题，真好看哦。有男朋友又怎么样呢？我们5个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5位大毕业的少年查某囡仔出社会做工课，拄到做一问题。我的青春无咧惊，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少年的时阵好朋友之间的感情，还有人生的起起落落。实业老师您好，又是我杜明山。您最近的每个 IG 打卡点我都跑过了一遍，希望能在这些老师驻足过的地方跟您不期而遇。唐禹哲经过6年，佮演台湾的电视剧，伊是演一个作家实业，蔡黄如做介意的。伊两个讲到蔡黄如骑车的技术。之前跟我合作的演员们，只要被我载，都有点出状况。我就一直很手足无措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噗就骑走了，然后只是差一点要后空翻。讲到角色的个性，两个人拢讲这摆和过去演过无共款，差足济，嘛算是一个挑战。除了唐禹哲和蔡黄如，还有足济帅哥美女，亲像是王嘉良、陈禹锡、陈敬轩，做伙来演这个少年册，观众买当哪看哪回忆。